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話咧，今日咧所上載嘅英文、華語同埋粵語嘅詩歌同埋經文咧，都係關於平安嘅。咁好啦，而家咧係做乜嘢咧？就係主題經文選讀啊！平安咧其實好多經文嘅，平安都有好多個意思，但係今次我主要咧係講到不安同埋嘅相反咧，就係平安啦。同埋有神自己嘅救恩就有平安啦。好啦，第一咧就係以賽亞書16章3，堅心依賴你的，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，因為他倚靠你。以賽亞書14章10節，大山可以挪開，小山可以遷移，但我的慈愛必不離開你，我平安的約也不遷移。這是憐恤你的耶和華說的。約伯記22:21，你要認識神，就得平安，福氣也必臨到你。約翰福音14:27，我留下平安給你們，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，我所賜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賜的，你們心裏不要憂愁，也不要膽怯。係點樣去會憂愁膽怯呢？就係佢就嚟冇咗靠山啊嘛，同埋亦都係有苦難同埋宗教嘅逼迫啊。好啦，約翰福音16:33，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，是要叫你們在我裏面有平安。在世上你們有苦難，但你們可以放心，我已經勝了世界。羅馬書15:13，但願使人有盼望的神，因信將諸般的喜樂平安充滿你們的心，使你們藉着聖靈的能力大有盼望。腓立比書4章6至7節，應當憂無掛慮，只要凡事藉着禱告祈求和感謝，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。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。平安呢啲金句咧，唔係俾無事無干嘅人嘅，而係俾嗰啲喺戰亂啊、喺失去健康啊、失去職業啊、失去咗事業啊、失去咗一切、失去咗一切嘅人，佢哋最主要係有神啦，而得到嘅真平安。無論而家大家喺人生邊個低谷裏邊，願你即係認識神，係得到真正嘅平安，有永生嘅福樂。願榮耀歸於真神。